有解药为什么不用？解药丢了。你得给我好好活着。那个贱奴一天不死，你就得给我盯着他。殿下，你的眼睛……我没事。放心吧，越族边境有一种草药，对治疗眼睛有奇效，我一定会治好的。无双，此行保证，镇北军不能没有你。虽然不知道您要去做什么，但镇北军定会等您回来。无双将军，你在等什么呢？小婉，手腕要灵活。等我长大了，我也要像沈将军一样，在战场上打仗，防护我们的家园。好，没什么。等一下。无双将军，末将来迟了。走吧。无双将军，小婉就拜托你照顾了。走。走吧。抬脚上楼梯。好。小心啊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去打点水来。你小心一点。谁在那儿？谁？再动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去！
别剪了。我叫你别剪了。对不起，云阳，我现在功力全无，眼睛也看不见，没有办法好好保护你。那正好，我保护你。我跟你说过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我要让你活着去月族。怎么了？我记得穿过这条小溪，就到前面那座山。怎么路被堵死了？那儿有个木屋，我去问一下。走。那个打扰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前面的小溪为何被填上了？唉，说起来，这是一件让人心痛的事情。几年前，山那边的族寨一夜被屠，小溪被血水染红，一直流淌下来的全是血腥味儿。村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就给堵上了。唉。确实，当年那里水草丰茂。那，你还知道有别的路吗？有是有，就是得绕过这个山头，从另一个方向穿过去。不过那条路可不大好找。别废话了，老头子，你快去给孩子们领个路吧。谢谢婶婶，谢谢伯伯。哎呀，这娘子可真乖巧，人长得也漂亮，好像我年轻时候的样子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还跟人家比呢。刘春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娶了我还委屈了呗？不敢，我可不敢。让两位看笑话了，我进去准备一下。要不你们坐下来吃一点？不用了，谢谢婶婶。小心啊，抬脚，抬脚，小心脚底下的坑洼和石头。小心石头，往这走。刘伯，还有多久才能到啊？快了，快了。注意前面有石头啊，把脚抬高一点，往右。哎呀！怎么了？哎呀！哎呀！刘伯，刘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谁这么缺德呀？下个捕兽夹也不做个记号。刘伯，您这伤口很容易感染，我扶您赶紧先回去。不，这可使不得呀。这，云阳，你扶我过来。小心点，往左走，往左。我来背你。哎，小心！来，1、2、3，起！
是这儿吧？是，就是这儿。刘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这脚怎么了？老婆子，没事儿，就是受了点小伤，不小心被捕兽夹夹了一下。哎呀，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叫你小心点儿，怎么还是这么不小心？刘婶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您这儿有百花蛇草和紫花地香吗？刘叔这个伤口需要处理一下。有，家里多的是，我这就去拿。哎呀，慢点儿。来，再来一口啊！你说我这伤要是一直不好，你是不是可以伺候我一辈子呀？想得美，刘春生，等你好了再跟你算账。把药喝了吧，我找刘婶儿配了一些新的药方。这几日我感觉好了很多，谢谢你帮我试了这么多药方。你好了，我就不用照顾你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给我？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激怒，别看它虽小，但威力巨大。下次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不能只知道逃，适当的时候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好，我希望以后不要有用到它的时候。我们明天把这个换点钱，留给刘部养伤。嗯。今晚的月亮可真好看。我来给你上药。我一会儿再来吧。没关系。
周哲，周哲，废物！你伤不是好了吗？你还不快滚！这冷宫愈发破败了，皇兄也走了，一切都变了。这冷宫是我和皇兄从小长到大的，我们在这度过了无数漫长的日子。可如今，他义无反顾地跟那个贱奴走了，他心里只有那个贱奴。我知道他负了你，他可以给你的，我也可以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。很好，那就开始。你不是说你见过江凌云吗？云瑶姑娘临走之前，交给了我一个任务，我需要你的配合。我现在就去。我肚子疼，我上趟茅房。站住！你要干什么去？大哥，我去如厕，实在是憋不住了。回去了。哎，兄弟啊，下班了。好。大人怎么了？哎，是我。你怎么才来呀？别废话了，拿到没？快走！小心！快走！小心点啊！快走！走！靠近了一点，与我前进行事。站住！通关文牒呢？大人，我们的通关文牒。你们这些人怎么都是女子啊？哎，实不相瞒，大人，其实这些都是在下的内人们。内人们？这么多呀？我长得这么英俊，大人看不出来吗？切，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
哎，你怎么说话的呀？见过将军。怎么了？启禀将军，只是看到这里有这么多女子，颇为可疑。有什么可疑的？人家有个3妻4妾，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哎，也是啊。喏，走吧走吧。无双姑娘真的是人美心有善呐。快滚！哎，行了，到这儿大家也都算是安全了，这些姑娘就交给你了，务必把她们安全送到月族，和云瑶姑娘会合。放心，你不跟我们一起吗？嗨，本公子呢，当然还有要事要办。再会。谢谢江公子。哎，我们不打招呼就走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打了招呼再走，会更加舍不得的。柳树昨夜给我画了张地图，我先看看。他们可真是好人，等有机会回来看看他们。下雪了，原来这就是雪啊！你能看见了？在我的大卫与心爱之人一起人雪，可谓白头偕老。我记得有一年，大卫下了很大的雪，我就带着我弟，然后偷偷地溜出了坟墓，跑去堆雪、打雪仗。那天我们玩得浑身湿透，回去之后被一个大骂一顿，还被罚跪。那雪是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像糖一样？等边境平复，我带你去大卫踏雪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中秋夜。
走吧。从前族人们最喜欢在树底下乘凉，风轻轻吹，小雨盈盈。曾经的一切美好，如今都回不去了。如今越族如此惨败，赵贺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云瑶，云芝，你们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他，就是他，对，当年就是他杀了我们全族。圣女，你终于把他带回来了。明日，我要取他的心头血，祭奠我月族亡魂，重建我月族。明日就是祭祀大典了，有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？这幅画陪伴了我5年。每当我觉得自己活得像是行尸走肉的时候，是他支撑着我活下来。现在我把它还给你。我们喝一杯吧。下了软禁伞。为什么？我在等人。等谁？你弟弟。赵贺，这一路来，
骗我骗得很辛苦吧？其实我早就知道，赵哲就是太不令，就是屠我月族的真凶。不是，是我，是我。从那日起，我就知道你一直在骗我。哦，对了，他的后颈处有一个斗笠大小的褐色胎记。是我。大婚当日屠你月族的人是我。我跟你说过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我要让你活着去月族。所以你一路陪我远行，是为了骗小哲过来。没错，我给过你很多机会，但你始终不说。赵贺，你有你想要守护的人，而我也有我的责任。云瑶，我会让你的族人都变成傀儡，给你陪葬。皇兄，皇兄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个贱奴，快放了我皇兄！你要杀的是我，小哲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。你这个阴险的女人！皇兄，你看，当初不听我的劝阻，不顾一切保护这个女人，她现在把我们兄弟二人都困在这里，我早就应该杀了你！闭嘴！云瑶，她还小，小哲还不懂事。皇兄，你不用求她。别再说了，云瑶，小哲还小不懂事，我替他死，我替他死，我替他死，好不好？我求你放了他，我求你放了他，云瑶，云瑶，不必在我面前演兄弟情深了。跪在圣池旁，对着月族的亡魂好好忏悔吧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云瑶，云瑶，皇兄。他怎么样了？已经被我软禁起来了。也还好，等到他醒来，祭祀也该结束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些被操控的女子如何了？还在昏迷，不过你放心，明日他们便会苏醒过来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我把他们解救出来。也多亏云芝姑娘的帮助。不过
云芝，你心甘情愿为我做这么多事，到底是为何？谁允许你动我的兔子？滚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不一样的一面。快走！你这个贱人，还想反抗我？我的人你也敢动？从那时起，在暗无天日的太卜署里，快要被黑暗吞噬的我，仿佛有了希望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大人，人到了。你愿意成为我的死士吗？我愿意。那你去宁王府盯着他。你我皆如这树下的孤影，共同承载着世间的风霜。我只愿你有人可依，有人相伴。神灵在上。
着。有人吗？帮我开下门！有人吗？帮我开下门！月神保佑，罪孽鸳鸯，不遵神谕，犯下弥天大祸，还圣池枯竭，族人殒命。今日受月神庇佑，必当手刃仇人，取心头血，祭奠圣池，祭奠我月族亡灵。吉时已到。等等！皇兄，皇兄，玉阳，赵贺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下次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不能只知道逃，适当的时候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好，我希望以后不要有用到它的时候。这是我送给你的。今日你胆敢再上前一步，就休怪我无情。云阳，小哲是我弟弟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。皇兄，快走啊！你会没命的！我求你放过他好不好？我求你杀了我，别杀我弟行不行？皇兄，皇兄，你快走啊！皇兄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，不要我！皇兄，皇兄，皇兄，我求求你了，快走啊！月族贱奴，你知道我杀你们族人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样子吗？他们可怜极了。闭嘴！妻子好无助，可我呢？我连眼睛都没长，我手起刀落，我就把他们全杀了，全杀了！赵哲，月族人都该死，你们活该！月族永无复兴之日！小哲，皇兄，小哲，为我最爱的人付出一切，我不怨我，以前都是你保护我，现在
终于换我护着你了。我先走一步。小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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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小哲，小哲，小哲，你醒一醒！小哲，小哲，醒一醒！小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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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皇兄没有保护好你，没有教育好你。皇兄真的错了。皇兄，这个木雕好像你啊！这是皇兄送给你的礼物，往后就让他陪着你，守着你，就像皇兄一直在你身边一样，好不好？谢谢皇兄。小哲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气。仇人之血已洒，岂愿圣池无恙？阎王陵已归寂，天下惊梦已破，圣池为证。今日，月族圣女向逝去的英灵起誓，必将秉承祖先的遗志，重建家园，再现荣光。说吧，你要如何惩治我？我心疼你，心疼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，人不人，鬼不鬼的样子。可把我变成这样的人，明明是你呀！是你把我锁在房间里。是你让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的。我们姐妹一场，你是不是对我太狠心了？我不明白，我们生死相依，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日子，而他呢？他是把我们抓到太卜署折磨我们的人，你为何要帮他？因为我心甘情愿为他做一切。从大婚当日来宁王府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在替他监视你。你的一举一动都是我告诉他的，还有你那个一刀杀死赵哲的银针也是我做的。每一次都是我救的他，每一次都是我救的他。为什么偏偏这一次？为什么？他死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。元之，你清醒一点。他是屠了我们月族的人，他杀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，他不值得你这样。知道。屠族那日，他就当着我的面杀了我最想杀的人，那个一直折磨我、蹂躏我的阿爹。什么意思？站住！
他娘的知道回来呀！钱呢？我没钱。没钱？废！没钱！你别再赌了，咱家已经没有钱了。少废话！丧门星还敢怪你爹赌钱，跟你娘是一样的赔钱货。哼，就这么点儿，告诉你，这钱可不够。3天之后拿不出让老子还赌债的钱，就把你卖到青楼去，知道吧？滚！废物东西！3日时间到了，还不还钱？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再宽限我几日，我一定能想到办法。哦对，我还有个未出阁的丫头，我要是还不上钱，我就把她送你啊。感谢他，我感谢他把我从牢笼里救了出来。现在你明白了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是高高在上的月族少女，而我只是那个被踩的只剩下半个身子的蝼蚁，生不如死。从小到大，我习惯了，我早就习惯活在黑暗和炼狱。太不属对我来说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只有赵哲，让我感觉到有人在护着我，我愿意被他伤害，做他的小兔子。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这不是爱，他根本就不爱你。他爱我，我也爱他。你根本就不懂，云晨根本就不懂。云池，你听我说，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他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利用你，更不会让你置身于死地。其实，真正把你从深渊里拉出来的，根本就不是他，而是你自己啊！你可以过得更好的。我真的不想看你再这么错下去。云瑶，我从来没觉得我有错，爱一个人是没有错的。我做的一切，他都看得到。这是我为你特意带来的。我们姐妹一场，从此之后便再无瓜葛。你走吧。
是我帮忙了吗？谢谢你一路以来的帮助，要不是因为你，越族的复兴大计也没那么快。看到你过得挺好的，我也该走了。去哪儿啊？我呀，江湖浩渺任我行，天涯海角呀风自迎。对了，我想知道，对这个盛世许愿，愿望真的会实现吗？这是我们越族的钱币，可保愿望成真哦。许愿嘛，心诚则灵，试试。感受到了吗？什么？嗨，可能是我心还不够诚吧。算了，走了。路上小心啊！父皇怎么样了？殿下，您终于来了。圣上他龙体欠安，您快去看看吧。父皇，儿臣带着小哲回来了。他怎么样了？儿臣有罪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小哲，是我害了他。小哲，小哲，朕的孩儿。小哲在成为太卜令的时候，曾经跟朕说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只求他的皇兄能成为镇北军永远的将军，未来的君王。不，父皇，这些都不是儿臣想要的。这天下不属于你我，而是属于百姓的。是啊，是啊，为父登基这20多年，修缮城池，开仓放粮，减缓徭役和赋税，解救穷苦百姓，使他们免受饥荒之苦。希望我大魏永存世上。是，父皇是做了许多丰功伟绩，可唯独越族一事，都是父皇的贪欲，害了这个越族，害了你们兄弟俩。荷儿，荷儿，来。父皇，荷儿，朕别无所求，大魏的将来就摆脱在你身上。你
一旨。奉天承运，先帝诏曰：天命所归，四海升平。边陲越族，乃我大魏圣洁之地，我大魏子民要与之世代交好，好山河无恙，人间皆安。钦此。我的人你也敢动？小哲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无双已经把你太部署的人都收编进了镇北军，他们现在也是守家卫国的一份子了。陛下，你为何要把小殿下葬在这里？这是我们从小一起生活的地方。对了，小婉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整天和男子们混在一起，一点女孩子的样子都没有。那跟你还挺像啊。走了。陛下，你去干什么？下棋去。你输了。啊？烦死了，一局都没赢。这怎么又输了呀？公子，越族今日在举行相亲大会，我们要不要去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我才没兴趣。对了，提到越族，我想问你个事儿，你在越族圣池许过愿没有？到底灵不灵？你许的什么愿望？
我许的是和云阳永远在一起。算了，不想说就算了。我们再来一局，这一局我一定赢。日后你若有事相求，我必无条件效忠。我的要求就是要你输。哎，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，干什么呢？外面来了好多俊俏男子来相亲，你快去看看呀！阿妈有你就够了。阿妈，有孩子也不耽误给我找个帅气的爹爹。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？哼，你不去我自己去。哎，阿妈，我会给你把关的哟。来来来，嘿嘿，跑慢点啊！知道了。这孩子。小姐，家里良田万亩，家财万贯。不行。为何？我这条件在京城许多女子还倒贴，你反倒拒绝我？因为我要女主外男主内。你身量多少？在下身高7尺。7尺。我看你也就5尺。我跟你说，我阿妈贼美。有多美啊？就是很美，你去看就知道了。阿妈，你看我给自己找的爹爹怎么样？你可还满意？云鹤。